當初我抱住問下姐嘅心態預約，一到位姑娘好友善，環境又光猛乾淨，之後幫我拍咗張好清晰嘅 3D 立體 CT， 同醫生見面，佢好耐心聽我講咗10幾分鐘嘅擔心，完全冇嫌我長氣。醫生喺熒幕上好仔細指俾我睇，同我講牙骨情況唔錯，可以用微創方法，傷口會細好多。未開始治療就先俾我睇清楚，問到明，個心已經定咗一半。有啲人最驚開天殺價，我完全明白。維港嘅姑娘好快就俾咗份詳細報價單我，入邊每一項寫得清清楚楚，仲同我逐樣解釋。醫生話我哋嘅報價係固定嘅，公示嘅價目表寫幾多就幾多，唔會亂收費，亦都唔會再有額外收費。就係呢一句，讓我終於可以放下心頭大石做決定。到手術嗰日緊張實有嘅，但醫生同護士全程都好照顧我感受，會同我講下一步做咩，讓我好安心。因為係微創，過程好快，真係好似瞓咗陣覺咁就完成咗。之後嘅腫痛感比我想象中輕得多。第二日我已經可以如常煮飯買餸咯。而且做完手術唔係就完㗎，姑娘會 WhatsApp 問我恢復成點，關心我仲會唔會痛，提醒我點護理。復診時醫生又會細心檢查，確保一切順利。呢種被重視、被跟進嘅感覺真係好暖心。而家回頭睇返，好慶幸自己當初揀咗維港。如果你同我當初一樣對植牙有擔憂，我真係誠意推薦你去維港做一次免費諮詢，親身感受下咩叫專業又貼心嘅服務。而家預約仲有首次洗牙植牙檢查優惠，快啲撳入簡介連結預約啦！